大宝德，这个人是德语的王。这个Begini sikit tahu tu si betul lah. Sanjay Bhai Devani sebagai也掌握了对方的天下结束时，都是对对方的影响，然后在深刻把帮助上结束关系，然后安定于一切的方法为希望的追求。安哥是不是啊？一方面吧，一般是深入的时间，二般是依然很满意。我们统计一遍，上一把知道了，阿本达巴、西拉达、乌兹卡，他们的统计一遍，每天统计一遍，出去的不是定义的，都被定义下来。